钟声响了，上课钟声。天下有数，以为天下好。既得其母，以知其祖；既知其祖，学守其母。没心不殆，惜其罪必兼；将心不及，塞其罪，戒其事；将心不求，天下万灵，修有或强，用其功，学归其名，无为其心用，其为色相。所以这种呢，就是咱第52啦，其实这台语较歹念的，国语变得较好念，因为咱这班就台语班，所以咱就拢尽量用台语来做发音就对啦，袂讲内底就用正经的，我来报告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有真有禅意就对啦。较早呢，就是一个仙公禅师，仙公禅师伊做爱打坐的就对啦。有一个打坐的时阵入定啦。伊入定了伊灵魂就到三等到另外一个世界去游山玩水啊呢。伊就去了参泡茶啦，行棋啦、逍遥啊、自在啊，安尼咧。安尼啦。有一届伊的道友就讲，你有来啊？你有留较久咧？唔茫来来唱戏啊，唱唱，赶好安尼就对啦。讲安尼好无？我即摆来3工的，安尼就对啦。3工，以咱第8天来讲，各位姐姐，咱第8天啊3工无食饭无困你啊入定的人真正就完到安尼，安尼就对啦。即摆伊就来个土地倒啊，土地啊，迄个我道友逐个做愿意我去啦，叫我就留较久的啦，毋茫随去我就随去赶转安尼啦，安尼啦。我讲，我即届要来3工，3工我无转来你就像我即个肉体摕去收咧，因为代表我袂转来啦。会记咧3工也袂到，你即个肉体也顾好咧，毋茫去互狗仔咬着呢，毋茫啥物人甲拍你啊拍伤着呢。你就我这肉体也顾好安尼就对啦。又就讲师傅啊，我知啦。你放心啦，我来顾甲足好势啦，安尼就对啦。这个是讲禅师飘一个入定啊，伊的灵魂就毋免搁去到33摊天倒一个天搁伫遐逍遥自在安尼对啦。即摆伊徒弟就伫遐顾。第一天拢无代志，到第2天，伊口出鼻底标一个人就对啦。讲啥物人啊？赶紧嘞，恁妈妈李老爸啊，你
你啊，较紧转去遐看，你若无转去遐看，可能最后一年哦看袂着啦，啊，较紧转去啦。伊讲我袂使啊，我都顾阮师傅的肉体呢，伊一定来这肉体啊饿咧呢，啊无去互啥物物件啊顺早哦啊破坏去哦，啊了这个罪我担袂起啦，哦啊伊个隔壁个人也无咧收刀，伊太要收这个物件啦，哦啊就去师傅边啊头念者，你看我念也袂听啦，也袂哀啦，哦啊头人去一个钱无食饭无困的，我的啦，你无可能的代志啦，安尼就对啦，哦啊而且这一定第二天啊啦，安尼啦，啊你讲较紧的哦，啊无恁妈妈哦都危险啦哦，哇这徒弟煞讲一个吼，要转去也毋是啦，啊不转去也毋是啦，啊过一下啊变安怎啦？哦，啊就迄个暗晡出歹过就对啦，哦，无转去，无当看着妈妈最后一面，啊要转去哦，但是交代袂过，啊拄好伫遐后代第三天就早上了，第三天啊，因隔壁迄个佮走来讲啊，赶紧的，你真正这时也无转去哦，一定袂有啊就对啦，哦，啊迄隔壁就讲，你师傅讲第三天，讲你啊第三天啊，啊今仔第三天啊。啊！你师傅也无讲第三天会早，也是下晡，也是下暗，咁样咧。哦，啊，你讲计较到第三天也无转来，你就摕起啊烧咧，啊，这就第三天啊。哦，师傅就讲啊，好啦，迄徒弟就讲好啦，我将师傅的肉体吼请落来，火燬啊烧的吼看下去。哦，啊烧煞门就拼转到门头，好佳哉。因妈妈最后一面佫看会着，哦，啊，就足伤心的啊。哦，啊，妈妈就交代啥物代志，交代来个安尼，哦，就陪妈妈最后一程就对啦。哦，这件代志就煞，结果吼，信空换他亲相书吼，第三天的下暗才转来啦。啊，转来的时阵哦，就伫个庙寺哦，伫观当中遐，我的肉体咧啦，哦，伫遐咧找肉体啊，哦，啦找无肉体，啊，肉体就叫会使，因徒弟烧去也袂偷肉体啦。哦，啊，逐工就来，我的肉体咧啦，啊，我伫倒位啦，安尼啦，哦，规个庙寺人，哦，惨啊，师傅转来啊，哦，啊，逐工哦，以咱土俗讲叫闹鬼啦，哦，鬼啊来了啊，哦，啊，逐个见着我皮出来，安尼啦，哦，啊，一工啊，安尼两工啊，三工啊，规个庙是讲啊，惨啊，师傅哦，逐个咧找伊肉体。啊，找无肉体煞毋知要安怎就对啦。哦，啊，拄经过一礼拜，哦，伊的一个孙啊，三兄弟，秀光禅师的三兄弟，叫道真禅师。哦，拄好要来找秀光禅师，安尼就对啦。哦，啊要找啊，人着迄个肉体就无去啊。哦，啊，因为着伫外口着说找无肉体啊。啊，结果吼，逐遍拢转来咧找肉体就对啦。哦，啊，迄个秀光禅师的徒弟就打迄个道真禅师讲这件代志啊。哦，啊，道真讲哈，安尼哦，安尼好不要紧，我有办法，我会样哦，我就住伫遮。毋过哦，你爱帮我准备一寡物件，哦，准备一盆火，火啦，吼，安尼，啊一盆水，安尼就对啦。哦，啊你也准备迄个汤咧，哦，啊我倒来掺来应对安尼就对啦。哦，啊，即摆斗阵哦，就真正住伫迄个迄间富士林啊，咱到下啊，哦，时间到啊，哦，信光禅师嘛是搁说出来啊，啊，我的肉体咧啦，啊，我伫倒位啦，哦，都是这样讲啦，斗阵就讲导游啊，哦，我来找你找无，哦，啊，无要紧，我讲你吼，你伫水中，伊咧准备一盆水嘛，你伫水中。哦，迄个噌一下就走去水中啦。哦，啊，撞着了，讲找讲啊无啦，水中也无看啦，安尼就对啦。哦，啊讲啊，无伫水中伫火里，伊就准备一杯火泡伫火里，哦，就装入火里啦。啊，装入火里了，找出来，啊，嘛是无，安尼就对啦。哦，啊讲无哦，啊，你伫虚空，伊就飘一个走去虚空去啊。哦，走去虚空找，洗，啊，嘛是无。啦，啊，毋是你伫土地，哦，就飘一个装伫土地里，要洗，啊，嘛无啦，安尼就对啦。哦，这个道真禅师啊讲，你啊看，你浸无这个肉体足逍遥的呢，你啊入水袂叫淹死，入火袂叫烧去，入虚空拢无阻碍，入地
地中咧，安那逍遥自在。啊，像你安尼做，安那安尼说好诶你，安尼就对啦。啊，你搁执着迄个肉体要创啥啦？安尼就对啦。哦，啊，所以这心讲吼，叫听着安尼念，讲开悟哦。我爱初心，我还初心，各位姐姐，咱这个肉体就是安尼。这个肉体吼是假，吼暂时叫咱用100担尔，各位姐姐是不是这样子？哦，啊100担后咧，尘归尘，土归土，因为咱的肉体就是啥，水为风土所构成的，到尾8位年啊嘛爱行过天风，哦，本来就是这样子啊，哦，啊所以咧心啊，心公才知吼，我直接开悟了，啊啦，哦，多啥，哦，多逍遥自在去啊，万乐去啊，乐去天堂啊，哦，啊伊就无去执着这个肉体，所以这个故事就是咱讲啥，咱茫执着这世间的形形色色，包括咱这个肉体，茫受执着，哦，你讲茫受执着，我拢爱插伊，也不是这样子哦，哎，因为咱这个肉体所好用的呢，无这个肉体哦，咱袂当行路来咱的分堂呢。无这个肉体，咱袂当来在世、发誓、无畏誓呢；无这个肉体，咱袂当来行功了愿呢；无这个肉体，咱袂当来讲经宣道呢。哦，感谢呢。所以这个肉体歹顾用啦，哈，各位姐姐，真经的啦，哦，足歹顾的啦，有歹顾，真正有歹顾。哦，像咱真拢嫌一句话，有够热的，啊热都不要紧，啊要热死，哦安尼，做热就对啦，啊真正够热的。哦，啊，你大人嘞，哦，还是大到大家天天带，哎，所以你看这个肉体无路用的，你看这个较无路用的，哎，哦，啊啦，年纪也有啊，哦，啊啦，骨头就酸啊啦，那讲要爬一个山，啊，你去就好啊，你去就好啊，我无法度爬啊，哦，咁样咧，啊，要食一个较好哩啊，讲手机当了啊，哦，真正这肉体，哎，真歹用啦，真正较歹用，哎，啊，目睭咧，愈来愈有啦。哦，要看细字的拢袂讲啊啦，就咱像迄电脑啊，放啊上大字啊，吼，啊看有啦。哦，啊这摆吼，啊怎咧讲代志哦，见讲拢讲过去啦，啊讲煞就随便给你啦，哎，啊坐就客气啦，哦，咁是安尼，拢是安尼咧，哎，哦，啊这摆吼，啊那，哎，坐就客气啦，哦，啊要死都无勇气啦，啊只好啊我就去啦安尼，哦，啊所以我这头吼，真正无路用。哦，迄是互我咧讲家己啦，伊互我今年就30岁啊哩，啊，搁4当我就70岁咧，足恐怖的咧，真正。会记迄阵互我打入来台中较30岁尔，啊，这目睭锁一个讲60几岁啦，哦，啊，所以各位姐姐，这个故事就来讲，这个肉体只咱用100担尔，哦，所以咱毋通去执着，啊，所以咱这肉体低的时阵哦，赶紧嘞，紧用啥，找着你这个宝。为什么？伊这个宝珠中啊，啊宝珠中伊个，伊这个宝就是讲咱的佛性。你啊，赶紧去找着你的佛性，找着了后，爱叫咱去开发，开发了啊，以前到外口，因为咱的佛性哦，就是啥，整个就虚空，哦，所以咱一个空性就是咱的佛性。所以讲袂着，看袂着，听袂着，哦，啊，咱延伸到外面的虚空，安尼就叫做啥？无天地合其中。有人法合其平，有事实合其事，有鬼神合其吉祥。所以伊才讲的宝珠中，宝就代表咱的佛性，珠就代表咱肉体。哦，我真正爱知影吼。哦，所以你毋通讲啊，道德经啊，讲宝镜，嘿，人讲我会讲，所谓经典，伊绝对讲佛性的，无咧讲啥。哦，了解吼。哦，啊，所以咱若听经典，就离佛性入去，安尼就无对啦。总差无偌济，哦，啊，所以意思来讲是宝，哦，啥叫宝？大道无形，生育天地，大道就是万物之母，哦，啊，所以道就是咱讲的宝啊，啊，道就是咱的佛性啊，哦，啊，所以你啊看啥咱要用宝来做代表，哦，因为这是宝伊会生天、生地、生人、生万物，所以咱若袂啥有天地之始，会开始时阵，哦，迄叫做无极。无极就一个依靠安尼尔啦，什么都没有啦。哦，啊无极，啥叫无极？就是无量之极。啊物件拢就是安尼。哦，伊到一个静啥？静的阶段的时阵，伊会变动。哦，啊所以咧到一个阶段伊就变动啊，动了就变太极，多一点。啊太极了伊就变分化出去，分化啥？手个就背在顶面，落个就降落下底，叫做上清下浊。哦，啊上清
所在。吼，啊，国台是面保就是咱的啥，咱的卫生本体。吼，所以咱伫道中，只要你讲咱讲拜老母、老母娘，吼，所以这个母就代表老母娘共款啦。吼，啊，以咱的肉体来讲，伊就是代表这个母，囝呢代表咱这个有关百海这个身躯。哦，所以就是这样子。哦，所以讲母就是万物之体，万物呢就是大道之主。哦，所以啥天地有了，哦，生万物，万物出来就有这个囝出来啊。所以咱人就是万物之一啦。哦，所以万物之中就是咱人啦。吼，啊，所以呢讲人的母就代表自性，代表咱人的良心。哎，啊，所以咱要看到中，你也看到母子中，吼，伊讲母囝亲情尔尔，哦，伊就是讲咱的佛性甲咱的肉体，所以有性、心、身三项合作伙，啊对不对？吼，啊，咱若安尼理解吼，咱就足紧就当进去啊。所以这个囝吼就是有关百海，就是咧讲咱的啥，条件啦，有关百海就是咱肉体啦。哦，咱会看，咱会食，咱会闻，咱会听，会先先，咱才会看物件。啊，你目睭去看，敢是？你也无信，你目睭会看吗？敢是安尼？哦，啊安怎听？啊，就用耳孔听啊，敢是？你也无信，你会听？我做一个上简单的比喻，你看，咱若捌看过人往生的，哦，咱阿公啊、阿嬷是阿祖，倒位啊有无？伊嘛有头啊，伊有嘛目睭啊、鼻啊、喙啊、耳啊，拢有啊。啊，伊太迄阵袂看啊，太迄阵太袂听，迄阵嘛袂讲话啊，嘛袂食啊。为什么？因为为什么离开迄肉体啊？伊这伊这咱地面性生命就拢无效啊。啊，安尼轮开是毋是目睭咧看？是咱的佛性带动咱的目睭去看，敢知啊？是咱的佛性带动咱的耳啊去听。是咱的卫生带动咱的出去讲去食，哦，啊，搁有一个安怎啊吼，哦，咱若未了解吼，搁做一个上简单的比喻，你啊看咱的电话，电话会倒对不对？哦，啊，你也无开电，伊敢袂倒？袂，目睭嘛是共款，所以电话电就像咱人的自性共款，你电过迄个电话，伊甲产生功能作用，开倒开。咱的目睭嘛共款，咱若无佛性带动咱的目睭，伊袂看，吼，了解吼？所以咱的六根都是一样的，无自性来带动这物件，伊拢袂叮当，吼，啊本来就是安尼。所以咱今仔日无主张要找到伊找到迄个宝，迄个宝你若找有，你就开悟啊啦，就是这样子啦，吼，好，啊，所以现在来讲，咱就爱啥天人合一。以后天来讲，迄个母子连心啦，哦，所以各位先生，哦，以前咧来讲就是讲，咱母甲囝，哦，咱这个囝爱去找着迄个老母，咱这世人来到这世间，哦，是安怎爱求道，就是要找老母啦。哎，我以前电电影老阵有播第一无？迄个孤单老人，哦，我捌听过无？叫一声我的金仔的我，哦。人叫做演啥，你也毋知影，孤单人搁找伊的囝啦，啊，因母啊就是即个啦，啊，因母啊就是咱的老母啦，老母就是来到中世间要度咱原胎分子转去啦，哦，知影吼？啊，迄拢咧讲这咧讲咱的佛性咧，吼，啊，所以叫做先天，叫做达到啥天人合一啦，哦，啊，所以咱的自性参外口的虚空合作伙，嘿，啊，免叫做啥真空生妙有。吼，啊，咱若讲拢一条外口的虚空尔，迄叫幻空，幻空伊袂啥袂当生妙有。你着爱唯有真空，真空才当生妙有。啊，啥叫真空？哦，当时达摩祖师吼，啊那在闭关的时阵，神功大师吼就去遐请教。哦，啊，因为吼神功迄阵吼参加战争，有哪台时足侪人个着。哦，啊伊吼安那。开始人做了参啦，来出家啊，结果伊一个心拢袂安就对啦，袂安啦。哦，我较早开始遐济人哦，啊，即个罪足重的，啊，毋知变怎安尼。哦，啊，就问达摩祖师啊，达摩祖师慈悲吼，哦，我心足袂安的咧，请祖师帮我安心。哎，啊，祖师啊讲啥？好啊，你将心摕出来，我替你安。哎，神功倒出就家己甲找，我的心咧，为什么找了了？
愿所有上，但是希望从建筑上你若看所有的形象拢是假的，各位姐姐，你就是现出来啊，你的有为什么变出来啊？咱若看到拢看到是真的，各位姐姐，你的如来为什么变出来？金刚经来讲较清楚的所以咱到尾就爱听一读伊啦以后天来讲呢，就是爱保囝连心，就讲咱读，因为各位姐姐，咱一个人做好命呢，咱有5个妈妈呢，有一个生咱爸体的妈妈，迄个姐伫咱兜，是参咱咱分两件道理，拢好啦有一个生咱认识的妈妈呢，伊伫西方各个世界呢，大家拢好爱关心呢，看咱有来听修道无，看咱有来听经典无，看咱有来请教所写无呢，拢一直都来关心的，各位先生，你敢要相信？正经的呢，我有一届在阮学家2个道亲，一个少年呢，佩珍，足久差不多20当前迄阵搁一个老的70几岁，我迄阵就是负责载来遮请考，我讲我来，今仔要请考咱来开3人参加。各位姐姐，你敢知影？我当带第一个问一位了，因2个同一时间目屎都滴流啦。我安尼是安怎啦？歹势讲我也无骂你来咧好啥，安尼就对啦。真正咧，只有是感到目屎一滴流。伊讲迄种感觉，咱是讲我找到妈妈啦，我找到家啦，这个真正一个感觉咧，各位姐姐，恁要请考迄阵到有迄个感觉。带着即个问了，要参加尔，因2个随后出来我管老的甲少年拢共款我目屎一滴流就对啦。互我着鼓励者，我来，咱一个参加。互我同因讲就那像我找到妈妈的那种感觉啦。那像以前妈妈离异足久呀，不60当拢无见面啊。这拄互我撞着互我吹着迄目屎毋是上些目屎是喜极而泣的那种眼泪，对啦。做欢喜的感觉。真正咧，迄就是咱今仔日要踏入这青口的脚步，就是要恢复咱老母的身边就那是讲咱妈妈看，咱去互妈妈吹着啦。你总算回来了，妈妈一定讲回来了就好，回来了就好，是不是这样子？本来就是安尼，妈妈咧吹咱咧。咱去到找到伊嘛欢喜，咱找到妈妈，咱嘛欢喜，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咱来母囝连心咧，历史母囝连心上有名是啥？情主较早情主搁姐姐，2500几当迄阵无手机无电话，无电脑，什么都没有，无 BB 扣，对不对？迄阵咧联络是安怎联络噶？就我甲你讲，你若去撞着啥物人，就同我讲，较早拢就是用安尼咧，找人拢是这样咧找啦，所以做班的，一届情主伊就去互恁做事啦，安尼啦，迄落伊一个做好朋友来因兜找伊啦，情主的妈妈伫厝里尔，情主无伫个惨啊，人尾找情主呢，伊妈妈嘛无法度去互恁，搁叫情主转来要安怎多谢谢，所以我咧明白。所以咱既然做变咧，手机空伊就有对不对？那个属于转来就若无手机免真正爱学袂歹你若找恁囝找无你镜头教一下咧。伊妈妈镜头教一个听一个，神经主心头丢一个，丢一个了厝里有代志，赶紧来回家，就这样子咧。而且呢，真正袂歹，比咧敲电话较紧所以较早迄阵就是爱叫做母子连心，母囝连心，过节节，咱就爱母囝连心。什么叫母囝连心？妈妈咧想啥，咱爱体会会到。妈妈希望咱等于是用各个世界，咱爱捌事。你要懂事你若看咱的囡仔咱大家拢有囡仔，迄囡仔倒来注重自我，家己下摆好势，家己功课摕出来，家己写出大项主动自我，你要怪妈妈多安心咧，多欢喜咧，代表这个囡仔懂事了嘛，对不对？有的囡仔毋是啦，会晓乌白蛋，啥乌白蛋，就开去乌白算啦，佚佗个，嘛去算面板咧，算啥咧？叫伊写功课袂算爱伊的命的啦，真正。
爸爸妈妈的心啦。咱是讲我读册是为着恁读的，毋是为着我读的啊。哦，咁样咧。哦，啊，就即个囡仔哦，啊，就只做路的就对啦。你着爱花费做些时间去照顾啦。哦，啊，各位亲戚，你着爱学迄个很懂事的孩子，咱着爱对妈妈迄个老母，哎，若讲好，我着即世人要穿到舒适啦。哦，啊，我要好啊，想着办到啦，饱月以后，我拢要倒来老母的身边啊，安尼你着一个好儿子啦。哦，是毋是安尼？哦，啊，所以爱强义，咱这叫亲上教育班，逐个拢穿到舒适啦。哦，啊，穿到舒适，过来咧，爱听经典。无听经典，咱面子会袂开；无听经典吼，咱拢来啦。哦，王王表表一啊，一心归一心。各位亲戚，今仔日7月最后一天，敢敢听咧？7月30啦，啊来咧8月15啦，搁来咧99重阳节啦。我今年有哪会当领1000块啦？哦，啊，你大家领过啊？我哪开始领了？哦，安尼啦。啊，重阳节来咧，大家要过年啦，啊，一当搁过啊，各位亲戚，真正时间足无情的咧，有够无情的。哦，啊，一当搁过咧，代表我伫人世间搁减活一回啊，是不是？是加一回减一回？减一回咯，减一回我对世间活伫世间的一回咯，所以咱来赶紧。会行就较紧行咧，会拼就较紧拼咧，会讲就较紧讲咧，会开放就较紧去开放咧，真嘞。哦，无咱真正全部拢不过，我不会骗你啦。哎，为什么？因为你看咱台湾吼，平均年纪吼，天道我天道70岁尔啦，我真诶平均年纪咱台湾70岁尔，昆道75岁啦。听讲昆道诶性命拢较长啦，查甫诶性命拢较短啦。啊，这个原因咧，为什么？天道啊，特别啥物代志哦，我禁，啊，都唔敢讲。哦，啊，所以咱天道上我嘛共款，一支喙吼，甘一支舌安尼啦。哦，很少在讲话。哦，啊，困倒毋是啊，当着代志啦，吼啊，足大声，哦，啊，吼大声嘛，迄是将迄个情绪拢啊吼出来咧。将迄个情绪拢啊发泄出来咧，你都不知影。啊，迄情绪就变伫你心肝内里，啊，变心肝内吼就变啥？变不伤啦，啊，变不伤就无病啊，啊，无病各位亲戚，你拢活75岁，阮当活70岁了。啊，安尼算来，各位亲戚，你啊看，我今年66岁啊，啊，我搁剩偌久啊？剩4代。我咧讲这个道理哦，你用感觉哦，啊，一个前线就举手。陈讲师啊，像你讲哦，我安尼伊已经80岁啊，迄种，安尼啦。我也想要讲，我就早就该死了哦，不要叫我啦，我是这个比喻啦，哦，看起来哦，啊，真正咧，嘛是讲哦，我搁有20档的啦，我搁有30档的啊，我搁有乖个啦，无要康啦，咱着一切拢平顺平安，哦，啊，头壳无去互歹去，哦，啊，歹啊，搁会惊咯，哦，啊，喙搁有讲话，咱着加减做，哦，啊，真正啊，无好货搁你食，啊，迄时间足恐怖，哦，别人寄了一档，别人寄了一档，别人寄了一档，要寄到万呢哦，还袂落来啦，真正还袂落来啦，哦，啊，所以咱好好把握现在，因为当妈就是当妈就是小看世界，当妈就参老母做伙啊，哦，所以把握当下啦，吼，啊，所以找着老母叫做一亲，啊，所以你若找着老母了咧，我厝内叫一切亲，干咪啊？当初大汉叫讲的啦，所以因即一切，吼，一切即因，所以咱一定爱先去体会着啥？咱的老母叫做咱的卫生问题，你一定爱去体是安怎？去摸着，哦，啊，啥物叫摸着？就讲摸着因的身份做做啦，摸着因的哦，写修行啦。所以各位亲戚，咱修道上个重要，迄个因爱摸着啦，迄个因就是老母啦，迄个因就是咱的卫生问题啦。你一定爱摸着，你无摸着，你讲出来吼，拢是假，真正的啊，拢是文发册讲啊一大堆，哦，还是讲做的，啊做的拢是艺术尔，拢是实行用书尔，是原是用书啊，哦，啊你就无彩啊咧，哦，啊你也摸着咱的因咧，找着咱的卫生咧，各位亲戚，你讲的嘛是卫生讲出来，你做的嘛是卫生做出来，哦，你听嘛是卫生听的，各位亲戚，迄个境界就绝对无共款。哦，安尼境界就做讲的一真一切真，咱若摸对咧，无菜讲，真正都无菜讲的，啊，所以咱一定要先去摸着紧啦，所以天下有数，有以天下母，母就是依靠的意思啊，就讲老母会当互咱依靠，所以
10年变了，鸡蛋糕卖袂了，有人要买啊，无人要庆祝父亲节啦，父亲节拢送迄个刮胡刀苗，要食鸡蛋糕。啊，父亲节咧，做3把连鸡蛋糕卖无够，我爱猜遐济啊。大家都对妈妈较好，不是妈妈较好，妈妈很辛苦，真的很辛苦。你啊，我打怀孕10个月哦，迄打排10个月哦，你看迄个偌忝啦，真正够忝啦，真正坐立难安嘞，要坐下毋是咧，要倒下毋是咧，哦，要拍下毋是咧，拢毋是咧，哦，啊，甲从囡仔哦生落来，因为咱人哦有3魂7魄，各位先生捌听过嘛？哦，3魂的生魂、肝魂、灵魂。哦，啊，所以咱要投胎进前哦，叫做啥中阴身、中阴心。哦，啊，要投胎中心，你较开始吹，因为吼天下总乌早，伊乌暗暗啊，伊就开始吹发倒有发光的，有发光的就是夫妻吼，哎呦，因着啥相亲的，结果伊发光的就讲哦，这两场有缘，所以中阴这个飘一个走去个光的所在，然后去投胎转世啊。哦，啊，啥物去生魂。3条灵魂其中的1条灵魂，迄条生魂譬如走进去啊，哦，啊，你妈妈就怀孕啦，哦，啊，本来吼，比妈妈无倒来，迄个生魂就慢慢多，哦，到5个月、6个月，迄个人形你就走出来啊，所以有目睭哦，有喙哦，有鼻啊，有耳哦，啊，本来咱阿妹啊，伫巴倒来是正济，一只，叫天地屁，头壳伫顶面，骹伫底，对不对？哦，阮就应该做熟悉嘛，吼，嘿。囝伫内底慢慢迄个头一直伫顶面，骹伫底。到10月怀胎了，伊就变叫啥地胎，就蹦过来啊，头就伫个底啊，骹就伫顶面啊，准备要出世啊，吼，咁样咧。哦，啊，即摆吼，囡仔生出来头先出来，哦，你若讲倒大咧，迄骹先出来足危险的，哦，但是会难产啊。哦，啊，即摆囡仔生出来了，先天气长，后天气接，哦，就这样子哦，然后呢？甲魂甲灵魂，飘一个甲伫咱的血管走进去，叫做3魂合一。啊咧，啊，这个囡仔伊就啥？伊就活，哦，所以囡仔一定爱泡好，泡无好，迄后天气接袂进去啦。哦，啊接着了，哇，哦，这个囡仔活开啊，我有一个朋友吼，讲伊迄阵吼险强大去啦，讲是啥物代志？讲伊出世的时阵拢无好，啊无好面就乌开啊，就后天气接无落啊。妈妈就请一个客人讲要载伊吼去乌头乌尾啊，代价的啦。讲拄啊坐到半路，伊拢吼出来啦，吼出来了，哦，搁我咧，搁转来安尼，好佳哉，伊也叫代替。哦，所以囡仔出世无好吼，拢代替咧，真正个咧。哦，啊，迄就是啥？迄就是咱人一生当中出世出来的经验就对啦。哦，先天气长了